自從內地表示出口港澳台嘅麵粉唔包括喺出口配額限制範圍之後，第一批離澳嘅麵粉經過橫琴口岸進入本澳，大概今朝11點到達青州跨境工業區。劉正報導。2400包50磅重嘅袋裝麵粉，分別由3架貨櫃車經橫琴口岸進入澳門，其中一架貨櫃車直接進入青州，另外2架運載住麵粉嘅貨車就比原定時間延遲約1個鐘，先至到達青州跨境工業區，再分批分發俾各個代理商。中總理事長許世元表示，因為要辦理相關手續，呢一批由深圳入口嘅麵粉延遲咗近12日先至到達本澳。而到達時間推遲近1個鐘頭嘅原因係因為要辦理報關、繳稅等手續。佢表示，由今日開始，麵粉應該可以恢復正常供應。咁聽到最後呢，財政部呢就豁免呢麵粉出口港澳嘅就免徵25%嘅出口稅。咁相應嚟講呢，麵粉嘅價錢呢就可以降低大概有30-40蚊嘅價錢。而家估計呢賣140幾150蚊到嘅麵粉一包50磅重嘅。佢亦都表示，雖然內地豁免麵粉出口稅，但係因為13%嘅出口退稅優惠同時取消，麵粉嘅價格仍然會有所提升。有麵包鋪東主表示，雖然公澳麵粉出口稅被豁免，但係仍然會維持之前加咗嘅價格。簡單啲嚟講係，即係其實冇乜減價空間嘅。即係會維持翻你之前未加咗嗰時嗰個價格。係啊，因為嗰個係先前累積咗個加幅嚟講，啲貨價嗰個材料啊成嗰啲。佢亦都表示，客人普遍都接受麵包加價，客人嘅數目並